喺成個食物鏈裏邊咧，呢啲微型嘅塑料係不知不覺影響緊我哋成個腸胃嘅健康嘅，從簡單嘅發炎啦，到息肉啦，到最惡搞嘅癌症咧，都同呢啲係相關嘅。其實大家應該注意到，我哋人在食物鏈嘅最高端，我哋經過工業革命排到啲水進入大海，你經過一層一層嘅食物鏈，去到越高端嘅情況，佢嘅含量就越高。我哋當最開始關注到呢個微塑料，其實我哋係由炎症性腸病呢個病嚟入嘅，因為炎症性腸病呢個病咧，特別係佢入邊嘅其中一種叫做潰瘍性結腸炎，呢種病咧時間耐咗之後，佢會誘發呢個腸癌嘅發生。機會係。所以我哋當時喺做相關嘅資訊嘅搜索嘅時候，我哋就諗住話要睇下有冇咩相關嘅原因會導致呢個炎症性腸病嘅發生。所以你哋本身去做一個叫做腸胃健康嘅一個篩查咧，你哋有自己嘅方法，亦都好多年前你發表嗰篇文章，都係你哋創嘅一個概念啦，叫做十字篩查法，係咪啊？係冇錯。呢種方法咧，十字篩查法。呢種方法咧，其實非常之簡單。咁我想知道我自己有冇歡迎工，我只要睇下我嘅父母、我嘅兄弟姊妹、我嘅仔女呢一個十字架，我呢本人係十字架呢個中心點，跟住十字架呢一橫一豎呢兩端，佢哋有冇人出現相關嘅情況？如果有，咁風險就會增加1倍以上。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咁假設有某個人佢檢查到佢係腸癌，呢個以佢自己本身嘅十字架，佢十字架呢兩條相關嘅人群就要特別警惕。我哋而家腸鏡同埋胃鏡嘅檢查入邊有分兩種，一種就係普通嘅，即係你唔打麻醉嘅；另外一種咧就係無痛嘅。咁有一部分人覺得呢個麻醉風險好大啊，我又唔想做麻醉嘅情況下，有冇其他方法可以緩解？我哋創製咗一套叫做拉馬澤呼吸減痛法嘅呢種方法，主要其實係通過我哋嘅注意力嘅轉移，跟住通過呼吸嘅控制嚟配合我哋做呢個腸鏡過程中嘅拉伸啊，同埋我哋進鏡嘅呢個過程，等佢整個過程中佢唔辛苦。好似生 B B 我突然間覺得。冇錯，呢種方法係由我哋最開始係借鑑於生 B B。我哋最開始嘅目的就係話，因為我哋成日遇到話好多病人一嚟到做嘅時候真係好似當中，所以好多人佢好抗拒去做。咁我哋就諗住話有冇咩辦法可以減輕佢。如果大家真係想詳細了解一下，無論頭先我哋提過嘅一個十字嘅篩查法啦，或者呢個馬拉澤嘅呼吸減痛法，點樣幫大家去做一個普通嘅胃腸鏡嘅檢查，又幾乎達到呢個無痛嘅效果咧？記得啦，喺5月2號嘅星期六晏晝2點鐘去到5點鐘咧，就有一個免費嘅講座同埋諮詢俾大家。到時有乜問題可以問，所有關於我哋頭先學術性嘅嘢你唔明白咧，現場都可以問到 Eric 啦，仲有 Carrie 佢哋嘅團隊喺度。要提咧就係4月25號星期六晏晝都有活動嘅，就係呢個頭啊全部關注晒大腦啦、眼耳口腔嘅健康日，亦都係一個免費嘅檢查同埋諮詢嘅。44147431，44147431。